5年之後，信義而家80萬個房仲能夠值幾多錢？我今日同大家講兩句大白話，將未來房價嘅情況同你講清楚。近期日想在信義買房嘅朋友，一定要將呢個視頻睇齊。我諗你睇完之後一定會返嚟多謝我㗎。睇完之後，如果你覺得有用嘅話，咁就幫我點個讚、收藏，並且轉發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咁而家信義嘅行情係點嘅情況呢？大家係有目共睹㗎。新房、二手房嘅價格倒掛係有點犀利㗎，大家都知道。兼且而家好多個新房都有送小車位。講個老實話，即使好有錢，我亦係冇敢買。如果唔係講，有啲係為咗結婚，有啲係為咗小朋友讀書，有啲係為咗養老，不得不買。我估計就招兩兩啦。但係最近有啲朋友發現，銀行嘅存款呢，佢係咪越嚟越低啦？啱好樓市啦，又處於低谷，就覺得機會來啦，佢又得啦喎。咁咧就諗住殺入去抄個底執樓。講句實話，未來嘅樓市嘅房價上漲嘅可能性真係唔係太大，反而下降嘅呼聲會更加高。乜誰都唔係預言家，但係朋友，以下我講嘅呢兩點必須要搞清楚。呢個咧就係我哋未來房價嘅底層邏輯。供需嘅情況嚟睇，剛需買房嘅人呢，其實唔多嘅。而呢2年出生率一直喺度降低。以前生完第一胎就會諗住生第二胎，咁兩隻小朋友以後呢係有個伴嘅。而家呢，包括我自己在內啊，可能食物都放個頸嗰度，都未必會諗再生。對於我哋本地嘅小朋友嚟講，其實佢哋一啲都冇缺房嘅，所以講對房唔係有嗰種咁強烈嘅執着。仲有啲年輕人講，佢情願租房，佢亦唔願意背負20-30年嘅房貸。所以而家就算結婚、上學、買房嘅，佢都係極少一部分嘅人。啱好講上要住房嘅人呢，其實唔係太多，因為而家賺錢難。呢2年大家所想嘅都係求穩，唔係講特別多去逼住冇辦法啦，又買係好急住去換房嗰種。就算佢想換房，佢啲屋企嘅老屋又賣埋出去，亦賣埋起價，只能夠講手裏邊有錢呢，你先要做到心中冇慌。呢2年在信義嘅新房、二手房嘅價格呢喺度下降緊嘅。其實在信義而家降嘅算少咧，全國基本上都係咁嘅情況，甚至講比我哋降得多得多嘅大把。大家呢其實心入邊都清楚，而家信義嘅二手房嘅掛牌量至少上千，其實實際上可能只會更多。而發拍房實時查看嘅司法發拍嗰個平台，月均新增嘅呢3到8套，你算一算，售樓部未賣齊嘅房，從供需關係嚟講，那麼就係供遠大於求。所以講未來嘅二手房，尤其係嗰啲老城區嘅老破細、老破大、遠啲嘅別墅，必然咧係會繼續降價嘅。仲有嘅呢，就係而家嘅房地產嘅產品不斷咁嘅更新迭代，兩極分化越嚟越嚴重。雖然講現在亦有一啲高端嘅住宅，但係佢而家所佔據市場嘅2%嘅比例都冇到。咁我哋老百姓諗都冇敢諗，大4大、大5大嘅產品好快出來咯。有啲小區咧，佢都仲未到交樓，就已經被市場淘汰開嚟。就同市場上嘅嗰啲過期嘅牛奶同麵包係一樣嘅，就算佢以後降價，亦諗唔到佢。未來個房就同車、手機其實係一樣嘅，都會持續咁去貶值。而且佢個貶值嘅速度起碼係呢套房1年嘅租金。不過有啲個別嘅樓盤係因為現在嘅板塊發展得比較好，比如講係有啲好嘅學校，相對嚟講保值嘅亦係有可能嘅。那麼現在仲能唔能夠執樓，買唔買得好嘅房呢？嗱，呢樣嘢真係靠你嘅眼光同埋你自己買房嘅水平噶啦。如果講你而家又想在信義買房，但係又怕踩坑，唔知道應該點樣買，咁你可以將你嘅具體需求發俾麗麗。如果係我嘅粉絲嘅話呢，我仲會1對1俾到你具體嘅購房建議。希望2025年萬家燈火當中都有屬於你嘅一盞，我哋一齊加油。我係麗麗，我哋下期再見。